真德皇帝查家长比武招亲，当时来的紧张查美公下不落，能十八女婿60，刚能三个多送能，所以女婿上来接礼，可也不要去，得做外去。跟副官当时，今朝来当时来的紧张，收起来总是马家女婿上门的。搿别人讲马家女婿马家，我个马家女婿不是马家马河婆的呀，那吃这些。么子老早都正好的，今朝总归吃一顿，最时拔出来，大家实际。皇帝是开心哦，明朝做新郎官在哪里考我？查金鼎18岁，面孔标致，文武双全，而且皇孙公子也不肯讲，专门来等我皇帝对我一往情深，吃拼命的吃，吃到后来呢，吃到后来喜你来哉，再没哉，哪知清爽？搿叫啥？醉在肚里，死在心里。皇帝2个字分脱开。今朝皇帝呢，西施王带过，乃拉吃醉，长美公吃得落个。后面个醉吃了嘴巴里，三个吃牙水这个呀，不吃。为到死亡街里向，一个人闷闷不乐。嘿，谁来一个人广告的？奔进来一个县长的，报张之呀！何时报来？我对来这个和尚也举起那张之呀。哪个和尚？心情逼来。我吧，身大无有，俺是俺爱的来个和尚。哎呀，非要来寻谁啊？当心弟，外面一共来了多少人？随你一个。就一个。对。身上有没有力气？要睡够在不。好，没搞上一家的多的。我的本事，山东的人还是好说说的。叫他进来吧。哎，女生嘛，眼睛出去，如小武让打进来嘛，小武让打上梁。张之亚了上的，平生分心噻。查美公一口就晓得，这个小武让不得了。这个小武让好功夫，难看得出，最2步路个家常非常稳。小师傅，张之亚，不用多礼，请坐。小张之亚，深夜到访，有何贵干？奉旨你师父之命，得到给他对送书信。你家师傅什么样人？龙兴是当家铁书生。一哈的你，啥人？龙兴是当家，山东的人顶头一张石油，这个里向和尚人气个得了，谁是好本事？听说个，这个当家本事好的日日混混，神称为如何？送信本啊，啥天啊？小师傅，张之亚，我跟你们当家素昧平生，为什么要投诉给我呢？张之亚，你当你师傅非来认得，而且还是结拜个弟兄嘞。什么的？我也是刚个和尚哥哥。你口子信，谁会晓得个？啪！身边书信摸出来是不了长尾公打接过来一口，嘿，这封信查美公不可没啥。一口口的呐喊，口袋里浑身的汗毛随体缩了。为啥？哎呦，这封信谁人晓得来个？一句是信。来
心内紧，看你来一封书信，乃是李狗信。想他是帮夫淫郎，一见生死分，为什么不以时间为来世心？李公已经杀他个人，跟那不要三个来封信，心口开，心气吹出来一口，哦，冻着。李公杀的高，分析与人距离在。李狗在世，女是家，烧堂之中皆骗人，爱总相聚他迷上面少年军再想王玉，不得了，了不得个大人物。当初杀敌的 TCP 不是生个李狗，他们弄不懂的。那一个亡命之头，一个独家强的王玉再想你杀了一句，那是个一个亡命之头呢？视线再看下去，哦，明白了。王玉与王玉的当时，王玉是他没犯恶中要神的孽，民力够修法为神，谁是有等自己需要非完神表面了这李狗对法体他做个和尚，实质招兵马目，等待机会，机会神说杀尽亡人，可是说王玉水当郎一张靶一支生兵。哎呀，这想想那是与什么种背景，这地不小心，哎，地不小心啊，不要三个现在辰光说封信过来，这一口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李狗啊，现在失手正走来啊。为这位王玉没犯机关一杯楼，他在那天地之下一身是他是怕这怕机关
灭门。话语上翻，东厂事发金的下头不能莫奈何，嚓一刀口浪的摘头。龙先生王玉的语道，这个消息扒了，龙先生肯定灭门。警察人写这封信给我，啥个目的？因为我查家长年岁还没到，你家我你大理合并一次，杀尽亡人。李狗啊，我查满公也是笨，我自家晓得自家笨。那你那李狗比我还要笨，杀尽亡人。哦，那个人机车后上，我个人车波的张丁登班都知道深，还反省亡人啊！大比当初势不两立，松西去啊！归乡松松的的，那要进京是干不到，不来个，你那么弄不懂？你为啥异想天开啊？对石岗头那个非亡人？哦，再看下去，先生，为啥你手里向捏了一张王八了还？那狗病人虽然是有脑爱，狗定神拉龙先生，不离早日同中已经半年多整。怎么呢？准备拿勾定神作为人质，阿子勾定神的官相第五，开官相，阿开不开杀勾定神要压力多。哎，李狗啊，今非昔比，勾定神干了为相者，不比那神郎，离那莫白了，再想。过了皇帝的结拜弟兄，那你要御用啊，皇帝要决定啊。但是现在个来为想在李学在晒过一张勾几个票子，哎，勾几个票子是让你听说不来个。哎呀，发大爷。为的，要想为的，哦，也为的不咯？那个新郎什么两句，吓得结棍。答应我唔杀，实体人工将在缘分催生，你不经登记，我南京登记。他是不答应你费力服刑，拿我这张地把砰笑出来，我这张地把好笑啊！我这张地把自家心里想定清楚，杀人扶手血砸来，各个地把出帮插家长灭门之灾。哎，那将哪弄法？伢那勾定人马用的呀！不必呢，伢那个皇帝们，李哥啊，你不讲我这份，我还要这份。唐日天子山水中间，我是稳稳当当，哈手龙定，那么爱情们就答应不了，为的他也不为的，一想是啊，先当谁一下再讲。小师傅，庄子呀，书信我已经看过了。哦，这桩事情事关重大，对，我不便回信。哦，
落在别人手上，灭门之灾。这样吧，那明天是我女儿大喜之日。过了明天，我到隆兴市面见你们当家，我们当面详谈吧。哈，记住这个们，并生高日在。来啊！来，送客。来，冬儿，我小屋上送到哪里？小屋上让你走起。查女工事情样样好，身不必带好。这桩事体送上纪念，不是送上纪念，弄得不巧，大屋里头名门之灾。一下一勾，实地来走。今朝王道吉日，还是查金的小家神情的日子。哦，查家中了吗？来看，从张门口开始，菜把里往这里向上，喜气洋洋。今朝查美公都开心，那是都开心。张浪向男男女女来来杀杀，身浪向寒头全部出光一些。查美公出动的一个能神亲嘛啊，大家喜气洋洋，高高兴兴。看人，脑袋一个门，为地上，查美公总那个老句，地方上名声蛮好。我查好人啊，上台的做官的，落手好事。我告诉大家，我能神亲在，不人家来后戏大戏，打进来一口，耶，查岗位，手办下来。他一在那东一日不是啥意思，外头人一讲白，吃西嘴都知道成，张丁登白，辰光模样了，张里头起矛盾，一庆新贵人，二庆新贵人，再庆新贵人，庆热浪来了。上水里，真的皇帝打出来，真的皇帝今朝身上像耍个打扮，一身吉服，刚刚吉服，是上牛打扮，大红颜色的啊，两边插金花。皇帝个身下边扎到身上里，自家这金子了，都比你了欧好些。上牛天子门生。今朝是我先生不做学生子噻，懂了？为子他查金的小家，查金的小家，面孔标志文武上前带我一往前身，为子他查金庭不要讲做学生子，做灰身子还要行一级。你皇帝个人准备好，查金的小家下水里哈拉打出来，身上啥风骨摇摆。这里啊，封建时代啥个身份着啥个衣裳，这个衣裳平常不扎的，这一上光神情人光，神情人光这个叫啥？小灯扣，小灯扣可以扎什么衣裳？一个上有打扮，一个风骨压背。方进面孔上对没了海，因为路看不出的。周瑜阿头西娘财物打出来，大家听到了，拜拜拜，一把提提，而把查美公夫妻带把好下来，红罗千斤打怒哈，牡丹老早准备好，手带代代相遇啊！宋日东王，哎呀，那行吗？不够的，啥人那行吗？啊，新娘子啥人？张主要的农那行吗？吃3碗，不够。搿白张点灯摆动，指头伸在了外头。但是新房里向手上杀掌，我对新娘帮忙，规则些家买点钟，啥天让新郎过先生。从前有这个讲法的，
新娘子受了新郎官的报告，新郎官一三一四破家不干。可他是新郎官受了新娘子的裙子呢，新娘子一三一四破男人啊！阿玉讲是，从前不晓得，现在肯定不讲是。我一个朋友欢喜听书的，你结婚在特地啊，家里的高兴啊，扎一个喇叭云，军巴头，哎，回到新房里向，你妈去拿新房的。哦，刚慢慢讲呢，新娘你受伤，哎，听书听得来个受伤，那受伤蛮好，大家等一等，那新房辰光长了呀。半夜家里刚织布洗手，让你手下去嘛，刚织刚哎，他那个裙子两面一挺过后，那么你下去，嚓，我里刚些个裙子受了。我看你个张面孔是得哟得一塌糊涂。第三日，哎，受了这，今生今世结个破绽，不晓得马用哎。刚推一枪到你屋里向去，哦哟，你看见刚织布破得呀，血滴子的呢。这个种才是刚把子。皇帝呢？皇帝怎么了？理不管。把进亲王，嚓，上衣了，身体受定，来这个受定，新娘把锅拉过来的，请新娘子手了，好了，张主要此地去讲，好领上帝子。我的新娘旁边服侍，皇帝呢服务先生。耶，啥的？好的呀，宋日东王子，你都好把在，我等了旁边。皇帝在皇宫里向里习惯了，老头把一翻，到辰光，见女人他给女人捡得来，龙上上一放，罢了。今朝啥天啊？个我的新娘在那个旁边，咱面孔嘛笑嘻嘻，不是像啊！还只有皇帝做得出，面孔一白。懂？哎，是的。你们在此做些什么？啊！还不与我滚出去！嘿，他被我的新娘抢不了么老的，做啥？哎呀，领那么服侍的呀！你的新婚之夜嘛，他的上帝一旦喜呼。哦哟，新郎官年纪一步，这鬼想不懂的，这就滚啊！那当五子米在沟通身子呀，那么那你辰光啥不在？嘴巴。哎呀，自家说起来辰光但是啥不在？新哥呀，新菜哪个能够在第五去吧？你最早，噔，出去嘛，打里头门打一道上，谁不追光？那么皇帝定先生，哎，我要看看了啊！新娘子张面孔不知生得那样子个，不晓得对不过去，看不见，啥这个方巾对么来？看不见，闻是闻得出的，香是香得来，哎，身上像香料用子交关来。哎呦！皇帝得上新日子，上啥个新日？外头手势刚插进的标志啊，标志那么标志3分看见过呀？方巾嘛对了了，看不出？想开来，标志的వ్యాఖ్讲里，难看的是我哪弄法？大理进京还是流来一打，大理进京不能把人治巴些话。哎呦，皇帝呢要女人呢，难看面孔也要干。太太，把来一打，得做不出。当我皇帝八堂神亲一塌瓜子，只有2个人，一个现在发出的真宫吕仙玉，还有一个谁是那插进的？哎呀，是个，我回到北京之后，我来武大圣旨，宋金王后
老百姓摆堂神请新娘娘面孔上块蜡烛拿它不许改，不改定好了，不改看看中意的摆堂，难看的大嘴。我来下到圣旨，不许改，非但不许改，啥人要改，满门抄斩。那么原来安诺他，分诺他，哪位分诺他们？呀，真的皇帝回到北京，连没叫我辰光是有死的，所以安桩事体里忘记脱着，所以原来分诺他个。那么现在，哎呀，现在是一贴方巾在，我皇帝贴方巾旁边么是来浪呀？一杆秤，称心如意；一根甘蔗，一拉一提。那奴娘忘记脱着，今长出来搿只水大，方巾笼大了，搿只水断根不停啊！天子今朝走新人，他是飞下新娘，生来是红颜，去房间细看清，哎呀，看得天子笑出声。今朝我看见了，标志第一趟啊，我看见李凤姬果然漂亮啊！李凤姬喜他。第二次蓝宫里向旁边梅花用，哎呦，梅花用漂亮，梅花用不如轻功。今朝看见是差劲的，哈，看见是差劲的，啥个李凤姬了？梅花用了，打你比也不比，一比一个手，嘿嘿，一打手指拐到你的昆山，漂亮，标志啊！你看他每日抽三月。吹波射频频，好一日月里山路下飞身。落满面春风，夏人人皇帝晓得来自在还不聋，盯那里了让口们一言不发。那么金定呢？那一口金定还是两口，房间对么老看不出，但是听得见的，本家在那议论。哎呦，新姑娘来在，哎，新老姑来在，到底来的哪哈？啊，会来得来，得得实实，到底关心金噶。所以现在房间砰，晓得了，这块上眼睛了，你嘘，
一亮，谁看见上家发头发线，喜气真嗨，上来么大红的肌肤，一大路看上来，哎呀，不灵，但知道无比跟去呀，周叔已经来着，一大路周叔，好像个把一周叔能个啥个家，但是口袋面孔了。哎呀！人之相，不想做生意的，但想做大官的。哎，还叫人有人法，一喊么不喊，啥人讲的来讲，我看看，一点点不来。
得满意在。对神丹们谁了让等来开进去？开进去，皇帝阿懂你，当然懂。阿开不开，啥天不开？呀，可别吃面孔，可昏他的这里忘记他开着呀。你们忘记他？可现在要比起你心急的呀，对你妈妈要该跟我讲，新婚第一呀，只能新郎哥先开口，再开进去灵光的。所以对你妈妈引入，你开口呀？哎呀，你勇气这么简直，哎，这里刺激也地着。皇帝也要吓个来，吓的啥？把人家刺激的一家人家不法，我他是把这刺激的国家也不发的呀，这个真家伙呀！开口，直播拉动，声音分出来，那声音不出来，一时的让称呼的是个里向刮了子。我这里啥？皇宫里向叫真宫娘娘自动飞机登北，爱妃爱卿。我这里啥？哎呦，不要变人！这并下去不离西开口他意，客气的中不错。不知那把皇帝想出来啊，小姐！我又想不了，神清子呀，他气得来见个小姐，这份里呀。你们应当清清热热见我为啥娘子？我们后人们么为内啥？古人是俺们对管。哎呀，见我写脚哪为单？聪明人，像你归你见，我归我见嘛。呀，官人，不行啊！这个声音听上去像个黄莺吃过一半。哎呀，面孔标致，我里向该家当。文武商人为啥要嫁给我？我们来弄一弄亲上。那么皇帝啊，你都是天真，你非要弄亲上，一眼没事体，你要弄亲上，来出杀身大祸，到底那要何为其说？